你係咪想揾份穩定工作，但係自己又冇學識、冇技能，唔知揾邊啲工作？保安係一份唔錯嘅工作，想做保安，但係又唔知點入行，唔知資料適合自己。唔緊要，我有個網上課程，全方位保安培訓課程。我係邊位？我係林瑞，我係一個課程導師，同埋一位保安公司嘅 CEO。喺過去5年，我曾經幫助過超過800個夥計安排工作。如果你係想做保安嘅，你來啱地方啦。我不但可以有課程教你點做，同時會同時會幫你安排工作。課程原價699蚊，只要你喺4月20號之前同一個朋友一齊報名，就可以優惠價399元報讀。記得WhatsApp報名啊！